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后日特别围炉，围炉美食围炉菜，有的菜可能就会料理技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强日用用第5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读做强这是读文音，解说就是瓜仔类菜瓜，若白音就是读做卵，卵就是瓜仔类内底心会当食的部分，像咱讲香瓜、马龙瓜、苦瓜内底食的迄一圆，咱讲是卵，嘛会当讲是精生啊皮甲散肉、正肉中迄圆油的部分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二卵，会当讲是精生啊皮下骹的油脂层，或者是讲黄瓜、香瓜，抑个有苦瓜在内，这个瓜仔类内底圆含脂小甲会当食的部分，像咱讲二卵油、二卵肉、得二卵。第二个词读做白卵，会当讲是白色的内底皮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网络有一寡水果专家会教人切马龙果的撇步，保留瓜仔二卵的部分，甲籽清掉，剩的白卵好食，甜又阁有汤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卵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用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